来看花莲寿丰乡的水产养殖区最近发现有部分鱼仔病毒弄死了，因为养殖户无摒扫好清气，臭味嘛影响到附近的观光市场。公所是表示要要求负责人爱摒扫哦，嘛指出可能是最近的低温造成鱼仔死亡。 这是花莲寿丰乡的水产养殖区，鱼源专门饲台湾鲷、鲈鱼、黄金拉啊等。因过其中有部分的鱼池最近水面上漂着大量的死亡鱼仔，阵阵恶臭，后来体验蒙拉的游客拢真烦恼。它跟这里的水是相连的吗？就是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虑？这样，如果是相连的话，就会有，我会觉得是不是水质有遭到污染？ 附近有时候表示，大量死亡鱼仔是进口的鱼种巴沙鱼，但要伫过年了后就开始死亡，怀疑是管理无好造成的。没这关系啦，很久了啦，我来都有看到了。它养那个猪留下来的大便，然后留下来大便有时候太咸的话，鱼也受不了啊。 公所表示，一接到鱼群死亡的汇报，就派遣相关人员去调查，初步认定是农历年后连日低温所造成，再加上最近气候回升，水中用氧量不足，鱼群才死亡。在台湾鲷以及鲈鱼、花生死亡的情形，立即来联系养殖户，依照废弃物清理法，尽快清除冻毙遗体，避免造成二次 污染。公所强调，高种花的死亡尸体袂当黑白蛋，若无会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才罚新台币6000至3万。另外，这个鱼群海水虽然无甲黄金拉池直接相连，也毋过若养殖服务清理，会连续开发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